MC Jin 一索得男，6月做老豆。時時唱聚，場上共你歡聚，日日是歡樂時光。祝大家龍年得意，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。嘉義媽媽前晚喺尖沙咀搞春茗，哎呀仔 MC Jin 點可以唔到啊？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安，話個個都可以身體健康。我用呢段 rap 嚟祝福大家，俾啲掌聲，我6月會做爸爸。好開心，我好感動啊！我真係想問一問MC Jin 咧，你有咩方法嘅咁快㗎啦？係咯，舊年2月先同拍拖5年嘅女友 Carol 拉埋天窗，結婚半年就有咗，真係幾快手喎！順其自然啦，當然，我真係冇話去追龍 B 啊！唔怪得舊年傳你搞婚外情，老婆仲長住美國，都無損夫妻感情啦。原來低調做人成功，身為長子的孫嘅佢，又一索得男，真係恭喜晒啦！佢仲話做埋手頭啲嘢，就會返美國陪老婆待產，兼入產房全程直擊添。講起仔仔，就一個慈父樣出晒嚟啦！